本港失業率近月有上升趨勢，係近2年半嚟嘅最高。其中建造業、零售業同地產業失業率有較明顯嘅升幅。民建聯喺地區亦都收到唔少市民失業嘅個案。我哋再次促請政府盡快評估輸入外勞措施對本地勞動市場造成嘅衝擊，同時按各行業、工種、就業、失業嘅數據，動態調整唔同工種外勞申請嘅配額。民建聯早前亦特別約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反映市民嘅意見，並且提出咗7項嘅建議。我期望當局推出更多新嘅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嘅就業優先，堵塞輸入外勞機制嘅漏洞，加強巡查，嚴格打擊黑工，防止輸入外勞機制被濫用。最後，如果大家遇到外勞問題，可以打以下嘅政府熱線。